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建来的时间咯。我们农地六队的乡镇地杯有几多的社区，每年社区地杯都有无穷的协会，有的协会呢提做社会福利，有的呢提做文化的活动。今日呢，我们要同大家说嘅咧，清代年下嘅协会哦。今日做的那条嘅事情有两版的故事呢，我们今日来邀请当地两位好朋友同我们说一下吧。马上就来欢迎我们协会的理事长钟飞凤理事长。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文康的理事长钟飞凤。接下来呢，是我们执行长夏志莹。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文康执行长夏志莹。哇，欢迎两位阿仔好来到我们节目地边。首先先请教一下理事长，到底你哋协会有个文康休闲促进协会係样办成立的，有乜嘅目标好嘛？我哋当初呢，我想讲成立一个协会啊，就想讲我哋咧总督诶，爱屯一啲老人家，一啲居民，乡下来看有乜嘅好，带一定出去了诶，我哋都屯执行长，我哋想讲，咁我哋来成立一个协会，屯一啲居民啊，可以互动，所以我哋都开始策划，我哋就成立一个协会。其实协会嘅目标最主要，亲像我哋头头有说嘅讲，佢係社會福利咧，照顧老人家為最優先嘅一個目標嘛，吼。執行長，請教一下，同理事長本來都屬是係好朋友嘛？係，我哋本身都好朋友。嗰種咧成立一個協會，頭頭理事長有說嘅啊，係講哋平時喺上打嘴鼓嘅時間都講到講，用辦去照顧社區地區嘅老人家，才會成立嘅嘛。想請教一下講，執行長人家本身退休嘅冇，還有睇工作嗎？我目前喺睇女培養做女培養嘅推表。推表，哎呦，煩死我，冇收幾多。那做推表應該關無限啊，還有時間嚟處理一個協會嘅事情哦。人講啊，在公部門好少行如安尼啦。因為我想話，如講，咁其實我做推表，那我希望講帶領我哋客家人咧，我哋想種植。又當然從以前咧，都等於講伫咧做事，唔伫咧外面咧世界用嘅花世界，像伫咧民意做事落下了，慢慢嚟我哋越來越老人家嘅叫咩啊？智慧、佢有個體能啊，佢有個精神，可能都隨着有個退休都退化。對，因為我想我用一個方式。帶入到老人家種植出來安尼，因為我們是休閒嘛，也有文康嘛。那我意思講，這樣子可以幫老人家文化，還有我哋客家人的一些傳承，希望透過我哋客人的種植來幫我哋個 happy 嘅人好生個地帶嗰度事情。你第一個目標係照顧我哋的老人家，第二呢，你這段有個機會順勢將我哋的客家文化傳承推廣出去嘛。安尼，理事長，頭到我哋執行長有講哦，更加係睇工作，更加行起嘛，行起已經退休嘅。更加已經退休嘅，都有一時間，都同我哋呢執行長可以配合，所以我哋兩個人的頻率個長啊。不過理事長請教一下哦，就我哋講啊退休嘅，我哋做一條事情，會唔會陸卡人有意見講？既然退休嘅，行去按摩行下，陸卡人對有乜嘅意見冇？一定該支持我做也會公益。都因為我哋海邊嘛會慢慢嚟會變老嘛，所以我哋都等於講先做也陪我哋呢海邊來看。安尼。人陸卡人有幫你來鄉下睇參加協會嘅活動。有哦。一年做理事長，其他佢全家人來聽書咯，安尼。係啊。安尼執行長即係按摩行頭都有講嘛，睇服務也真係講少行一件事情。那陸卡人有聽到你做也係講陸卡人對也嘅會有其他嘅想法冇？唔係，我陸卡人非常支持我做嘅事情，因為公益嘅事情，萬人都可以來做。生意呢都過支持。頭到聽講嘅請教兩位，所以我問一下執行長吼，其他協會佢所在位所在哪，佢服務嘅範圍都在喺哪個社區啊？講哪個起落啊？政風，我哋算政風發通中心，睇啲政風活動中心，睇政風村，算女培養政風村。嗰個服務係一個總頭地步嘅總站都錯嘅。
不止，还有到哪啊？最严到哪？我哋选松枝、林落、竹田。竹田。哇，你能差不多分别安排哟。哦，啊，你协会底部更加有一多人啊？我哋协会有差不多200个。200个？差不多200个。协会介的人係咪？多介的人係咪？200个，真的。按多哦，非常有按多哦。啊，但是他们包括据点的老人家哦。按更加除了肺炎之外，一條肺炎有參加子宮的有一多誒。3到20杯。20人誒，哦，按你講起來啊，其實做一個事情係冇簡單的嘛。啊，當時從請教一下理事長，如果在成立一個協會的時間，除了同這行中兩位好來討論來推動一件事情，那能還有其他人來聽數嗎？如喺成立一個協會的過程之中，能有遇到某個夠困難的事情嗎？困難一定有呀，人家講萬事起頭難嘛。所以我哋嘅時間要同這行中我哋請朋友，一天對我哋親近的朋友先請講啊，咁唔定我來同我哋傾下做嘢嘅嘛。啊，伊哋講我哋講理念必定談，伊哋講呀好啊，反正要來做公益嘛，啊帶領我哋呢村民啊，他趕緊吃喝玩樂，這個活動很好啊。所以我哋都安尼。慢慢來請，我哋呢協會也嘅會員那我有按多年啊。如果說嗰時間最困難的部分係用辦說服其他人講，來成立來加入我哋協會地位，係嘛？我哋嘅時間前面等於我哋都先提講啊，咁我哋先來做嘢嘅，可以推動出去。啊，當然開始嘅時間，伊就會講冇啦，唔等去做路好啦，啊我哋讓背後來支持，可是唔可以啊！我哋一定要身體力行啊！嗰時候都提得安尼講，一代傳啊！也就朋友要加入嘅，啊又會講，梗係也要協會唔好查喎，啊唔得我過來嘛，啊伊就講，好啊，啊我哋要攀嗰度發通嘛，啊一定要看到，實際有必然看到講，我哋真是要睇攀發通，係啊，啊伊就講好，慢慢嚟加入，哪有按當然，啊嗰時候講。張總，頭頭按你理事長講，開始多的時間就按你說服大家嘛，吼。那唔睇有相樣的想法嗎？還是講唔感覺有其他個困難的部分？其實困難部分就是講啊，萬事起頭難啊。嗰時候嗰度事情，當然啦，就當然我因為講，我講咁你做呀，冇錢呢，沒有錢的啦，吼，做公益是沒有錢的，是。無私奉獻的，但是有東西都會講，咁你做我紅下，但是我哋都因為你講，客家人講熬薑識吃啊，我哋都慢慢的提，再去說服人家，然後慢慢的把這些人把他 call 進來，同客家人講，我哋做協會，唔係講像人講嘅沒有利益關係，我哋純粹都公益，做乜事情，可能你們認為因為講我哋。本人因為講，咁你冇錢呢，你做乜嘅意思呢？就會這樣，慢慢的但是慢慢的人看到我哋去做，真是你有喺做事情，都要百鄉相親，嗰度事情有喺真實喺做，唔係講像人講嘅，我講不好聽就是飄飄然用啊，好像不是你們沒有在真心在做這個公益的。安尼除了能兩位啊，其他的公眾人咯，因為頭先有講到肺炎係200人嘅人嘛，吼，係按多年啊，還有子宮人是人嘅啊。除了安尼，其實應該還有其他人聽數的運作啊。啊，其實協會底部還有哪度係聽數人嘅工作嘅人員啊？有一度嘅。我哋呢人員嗰度，我哋係有理事、監事啊，我還有廚工啊。廚工。對，係啊。廚工嘅話係負責。做事本老人家做嘛？係。理事長，你成立協會都差唔多19個呀？對於開始都更加差唔多11年嘅時間要按創嘅喲。嚇，19年嚟哦，看唔出來呢，你嘅按創嘅時間一開始打到，因為頭到講目標係照顧老人家嘛，所以一開始打到唔能夠睇照顧從事有嘅人講，更加講社區嘅社會福利作為咧成立關懷基點有嘅事情嘛，一開始都有在做，一開始都有在做。哇，安尼想請教一下這行中哦，你能講一開始都有做啊？一開始嘅時間老人家會唔會講冇支持？能講做有嘅事情，佢能行出來，會有有嘅情形？
有的老人家本身因为讲，你讲呀，乡下老人家比较害羞，会坏势，迄出来参加一些活动的时间，又讲，哎呦坏势哦，迄多个当然又唔熟悉哦，安尼佢。有的老人家讲，我讲安尼个减少哦，嗰种唔熟悉。可是慢慢嚟，安尼嗰度发通哦，安尼伊老人家安尼1摆2摆带出来讲，我安尼带伊哋运动，带伊哋做有的冇的时间，所做一些有的没有做，伊哋慢慢嚟就想讲，熟悉的，跟呢快些嘅长途都冇按多嘅。我咪讲哎呦，同样你又唔熟悉，同样你个唔熟悉，因为那地属于比较淳朴的乡下，因为对安尼人与人对人呢交往感冒。有可能佢哋出來嘅時陣，假如講喺隔壁鄰舍，佢哋習慣很好，等於講來到那邊，唔單止喺隔壁鄰舍，有可能喺個原因些時嘅，像唔能講嘅，唔能那個範圍安泰嘛，有多蟲子連落嘅，有可能魔術師佢都個快些些時，唔過後尾唔能靠一度發通，本體個常常嘅術師之後，就冇一個問題嘅嘛。觀眾朋友，原來咧有件促進咖啡係安尼來嘅呢。不過今日潘人奶豆嘅發通有用白內容可以上人哋咧種皮種渣行出來呢，休息一下試比賽，唔好走開喲。前面講到，我哋文康休閒促進協會今日為咗照顧種渣，盼係改道嘅發通來向種渣，對路卡行出來。不過到底今日我樣辦向種渣行出來呢？今日繼續來請教一下李司長吧。李司長，喺講到我哋樣辦向一個種渣行出來之前，我想請教一下，就講我哋今日講關懷基點為咗照顧種渣嘛，到底成立一個關懷基點，今日為照顧種渣一個到底有乜嘅需求？需求是安尼啦，因為我哋咧種渣行出來，係因為太嘅細人咧，攏去出去工作嘛，無法度照顧老人家，無法度陪伴，我哋站的位置呢，就會可以代替伊哋咧職務來陪我哋咧老人家，我帶伊哋做一些活動，帶伊哋出去了。係錯。嗰時候咖啡嘅職責一個定位都係講，俺介於今年種渣同嘅其他嘅生意呢之間，有可能講，可能佢因為工作無法度好批判一個種渣，能夠暫時代替這個功能，只是說有乜嘅自家要聯繫嘅時間，你都可以代替去聯繫種渣啦，也講佢嘅生意呢來照顧佢哋。那除了這個之外，在地方上來講，常常能為協助種渣推動菜地，頭都有講到，能還會推廣一個文化嘛。對菜地文化來講，協會嘅定位也講執行是站在哪一個角色方面？我是將來是希望講老人家同成人呢，可以我幼稚園嘅成人呢，可以帶領我哋嘅關懷據點來同老人家，總講嘅保公照顧站呢，意思更加我哋政府沒有設立保公照顧站，老人家同成人呢，利用成人上課時間同老人家也上課時間來互動，來也互相關心啦。老人家教成人呢，要做一道客家東西，無論教成人呢，用去講客話，而家成人呢看電視根本客話冇嘛會講。也更加有印象。嗰種我哋安尼意思都講，利用我哋成人呢同老人家空下時間可以同客話，慢慢嚟傳承。有啲地講我哋客家人嘅文化，又可以同老人家可以同成人嚟講嗰度講福佬話係咪？福佬話，老地講，成人可能冇談過嘅啲客話，但是老人家可以去慢慢嚟，安尼慢慢去講。嗰時嘅老成人嚟都直接講，原來客話唔係改好學，睇老輩唔係冇透過安尼方式學，唔係改好學。
就是讲除了照顾老人家之外，遐批还有咧听比迄讲帮助俺哋咧客家文化同连接到俺哋咧生人咧，同种批，甚至于讲其他诺贝尔嘅人客，用讲游客啦，假使讲有办法通嘅时间，将一个客家文化安尼帮助人后推广出去，係安尼意思嘛？头头有讲啊，人有参加伊个八公照富山，对一个八公照富山咧计划，其实我也有了解啦吼。佢咧提供一个资源吼，希望早期未来早期去推动客家文化也好，客家语言也好，无穷嘅课程。但係呢，喺参加一个八公照富山之前，应该人都有睇攀一度嘅老人家种植嘅法通，包括运动嘅啦，也係一個美術嘅也好，參考一下歷史上，人一個課程。先唔好講八公照富山好，先講人自家本身都有睇判咧法通同課程，人係樣辦去規劃嘅，有樣辦要注意睇規劃一個課程嘅時節，人要注意乜嘅事情？我哋規劃一下時節，睇我哋幾年度，我哋要配合季節，我哋配合節氣，我哋來攀入嘅法通。係啊，我哋迄種講九重陽節嘅時節，我哋都派啲老人家九重陽節嘅法通。係啊。像中秋節啦，我哋都派一啲中秋節嘅法通，還有端午節，還有母親節，係。哦，安尼這樣種，同理事長，像嗰理事長講嘅也條法通，係能用啥向下想出來，行喺萬年有聽數冇？也對講每年都有固定一條一直行嘅法通，有對講像係。端午節的時節，我哋會請很我哋客家人嘅種植歡迎加入，嚟教我哋用個客家人嘅種嘅，因為客家人種同河洛人嘅種係冇一樣。有啲地方本又係本我哋下批嘅，像我哋安尼嘅，還有下一批嘅人哋都講，乜嗰度客家種，地方要保乜嘅，還要保，本有啲所以係文化傳承。安尼算伊咧，係每一年都會固定嘅嘛，像過年有年節嘅法通，中秋節有中秋節嘅法通，中秋節有中秋節嘅。那除了一個固定嘅法通之外，人還會另外，參加去規劃一條個特別嘅像運動嘅課程，也係講特別主題嘅課程，帶一條老人家去體驗冇這項種。有，因為從一參加我哋都帶老人家去坐火車，坐去高雄。都三鐵公過路地講台鐵，捷運，還有現在高雄嘅輕軌，我哋都地講帶老人家坐一條，一趟一趟接到我哋都到橋頭，係去一邊嚟去坐在嗰邊聊，佢哋講原來我哋500元，現在縣政府有啲500元咧坐火車唔使錢，屏東坐到高雄也拖唔出錢，但是捷運的部分，但是還是因為要去給納錢，怎麼去要教人要去坐，去到哪，這個就是我哋有啲老人家他唔曉得，唔曉得要坐火車，要坐捷運，要坐輕軌，要去到伊上嘅地方，但是我哋經過我哋去教人哋，過後人哋都知道講，原來也坐火車係鬼奇妙嘅事情。唔係像伊講嘅，親講講冇坐車呀，本來我坐去屏東嘅，又坐唔坐去台北嚟。講到一邊啦，像人安尼帶種植出去啦，那帶老人家嘅法通要注意哪條嘅事情冇？我相信第一步應該要先準備嗰條嘅事情嘛。理事長冇一天講，我哋馬上想到嘅，有啊，就全部安尼帶出去。規劃一個法通嘅時候會注意乜嘅冇？當然啦，因為我哋第一點都注意長者嘅安全問題。嗰時候我哋會同我哋嘅職工，我哋講有一度嘅老人家出去，我哋都一定人就負責帶5個6個，嗰個我哋都要規劃講，唔好帶5個人咯，唔好帶6個人咯，要注意人嘅安全。嗰時候我哋安尼帶一點出去，目前為止啦，一切都還很順利。帶出去一般來講，帶出去嘅種植有一道人，能需要有一道嘅公眾人員，也講自貢來聽數骨頭骨面啊。公眾人員都差唔多一定人嘅嘛，差唔多有10個左右。公眾人員都要帶一點，
要照顧人。係啊，照顧佢哋看佢哋咧看頭看面啦，看面嘛。出去嘅時間，除了有個交通嘅安全之外，還有其他唔能會特別會注意嘅地方喎。比如講，可能天時個好個唔好，會降熱條曬啦，補充水分啊，甚至於講吃的東西會事先來安排冇。安排當然愛啊！我哋一擺屯，我哋執行咗，我哋都去幫了，帶伊哋去也門的景觀餐廳。哇！啲老人家以為都冇去過哦，啊！伊哋哇，用安好咯，唔等都帶我哋來啊！我哋啲生意咧都冇帶我哋來啊！啊，過去嘅伊哋會講，啊，我哋基本去那食飯咯。啊，去嗰個傳統式的青頭，係都同一條生意嚟講，哇！咁人哋據點嘅安好咯，但係等於是安好式的東西咯。按你這樣講，條到理事長嚟講，人講嘅食東西其實會注意先安排嘛。那人哋也第二講，嗰度嘅種植其實佢平時身體好好，就有嗰種人講嘅慢性疾病啊，也講有糖尿病嗰些啊，也就會睇食飯哦，準備食啲東西嘅時間，你們唔會特別去注意一塊啊？我哋會注意，不過我哋睇安排時間，像一般我哋去也門嘅時間，係都安排講家，他可以吃鰻魚，鰻魚，安尼話比較過冇油脂啦，哦，就當然講有三高，食唔得豬肉，食唔得嘛，講我哋都嗰啲都食唔嘅，哦，比較清淡。安尼講好咧，平時除了天數規劃也條課程照顧佢哋，帶佢哋出去體驗一個世界之外，係唔係講嗱？聽講啊，有嘅行去天氣哦，有請衛生所也講醫生到人社區地區到協會地區去做一個健康嘅宣導，甚至係講做一個健康嘅檢查，人也有規劃安尼嘅有行程嗎？有，我哋會比如講屏東縣政府嘅，後因哋會規劃很衛生所嘅人來，將同人哋量血壓啦，還是同人哋都有出血檢查，還是來同人哋老人家按摩做電療的，都有按摩哦，做電療的，都有安尼。我講到眼，這個唔係裝逼嘅，藝術也想要去按摩去整電療。因為它只是讓有些老人家的疼痛。疼痛比較舒緩一些啦。也係講天氣，天數也有種植去做一個觀察記錄啦，關心佢哋嘅身體。哦，咁唔係講其實都行下攞杯來嘅，模擬照顧佢哋。其實來到一片，其實我有睇下天數嚟照顧一件事情。啊，講到咗嚟，一個係平時人喺關懷幾點都會做嘅事情嘛，規劃一條課程，帶佢哋出去聊聊看一個世界，體驗無窮嘅文化啦，無窮嘅事情。啊，講到一片，頭哥講嘅北港照夫山，佢對一個關懷紀念嚟講，係有乜嘅幫助冇？對於這樣做人嚟講，老人家安樣去同成人咧，安樣去點講呀？安樣去相處，也只是也係一個學問啊。你到成人咧，其實都更加攏本太陽山嘅帶冇，阿公阿婆嗰時候嘅帶，但是邊咧都有一個帶過。按經過安尼吼，安尼相處過，老人家同成人嘅本人講講，原來老人家係慈祥的一面，成人咧有高追嘅一種個，唔會本人感覺講，成人嗰種個調皮，還是講老人家嗰種，你講個頑固還是樣，但是相處下嘅時間都因為講，老人家同成人咧個契合，呢。透過嘅做一些手作，做一些東西嘅時間，因哋會互相溝通，用客話來互相溝通，安尼無形之中客話啦，還是做一些有嘅無嘅，互相可以互相關心。因哋會講，生意呢也生意小朋友啊，嗰種很聰明啊，什麼我安尼會鼓勵生意呢。老人生意呢，我看到老人家嘅時間，我因為講，跟他們互動的時間，老人家我感覺，我的心情嗰種好上風來，就是這樣子。對啊，對於老人家來講，接觸生意呢，係本件人增加一些人講年輕個發派嘅童年。對生意嚟講，接觸種植也可以提早。好似有啲人講社會化啦，就是同用辦同比較個年咧，社會人士嚟做一個互動。
观众朋友，原来咱早期协会地杯啊，可能判的按道的法通，有注意按道的事情。不过头讲呢，新年呢同老人家跟咱相处的时节，还有发生两办神奇的事情呢。休息一下后，继续来同大家讲故事。前面有讲到，我们的协会係两办照顾老人家上几天出来办的改道的法通同课程，甚至于讲含天数帮的，新年呢同中杂穷下来互动。不过新年呢同中杂嘅人互动应该quite神奇吧？底下还有两办神奇的故事呢，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两位好朋友吧。这样子，头先唔讲到啊，中杂同新年呢穷下的互动，讲想想我都想到嘅画面应该quite神奇。改道的阿公阿婆改叫冇看到孙呢，看到安尼年纪差唔多的新年呢，应该当做係自家的孙呢嚟看嘛吼。今年喺互动的时节，还有发生过两办更神奇的事情冇？像一差别安尼都有办街舞，用安尼圣伦老师来教安尼中杂同新年的来互动来跳个街舞。等一下市场总问一下，街舞唔係一般的跳舞，係講我印象底度嘅街舞係輕快的嗰種嘅呢，節奏感夠強嘅呢。沒錯，我哋中雜可以安尼跳。係錯。像我哋地方有啲74歲老人家，伊喺表演時節，伊可以劈腿、一字馬，攏可以。真的假呀？這是我哋講老人家冇看伊安尼呢，你講真的是也是無限的。有教以後，你慢慢嚟訓練一下。剛才咱拿一個因為我哋啲叫乜嘢呀？民眾日報裡面有報道過，新聞有報道過。老人家72歲老人家，也可以直接劈腿。身體安健可以180度安尼嗎？這個叫做對。係啊，我連90度功能都有可能。對，我想嚟講，安尼都等於講老人家同新年咧，因為新年可以帶動老人家的心情，老人家同新年共下你哋個歡喜，歡喜之下，伊哋心情快樂。不過睇嗰度嘅律動、運動嘅地方，有新年係帶動嘅時節，有人講新年咧也可以，伊嘅動作佢夾，但是伊就會想去試着去聽咧。聽了一條聲音咧，可以跟得上他們節奏。嗰種人也會慢慢咧，去聽，慢慢聽一條聲音。一條聲音咧，有可能老人家動作慢嘅，咁人哋又會聽得人慢一下啦。嗰種也咧慢一下啦，也咧可以驚死。嗰種人哋也條街舞，都第個，一條老人家同後生嘅都有辦法互動，有辦法安尼，人講去表演，參加表演啊，像講一字腿啊，還有劈腿啊，嘛個對一個老人家來講，他們真的就是也蠻愛挑戰啊。安尼一個挑戰吼，這樣種能同老人家佢能上課上一個街舞，佢能上個一舊，咁可以同新年嘅鄉下來去做一個表演啊比賽。半年嘛吼，也算有一段時間咧，佢能學嘅一道嘅歌曲㗎。藝術，冇簡單。藝術對佢哋來講，你看72歲可以做安尼嘅動作，甚至於講聽到嘅聲音咧，佢哋更加係有繼續嚟學嘛。因為老人家中雜還是要俾你發通，練習你的手腳四肢，他們要讓他們運動，所以我們還是有很也是有跟延緩的，比如驗證的延緩呢，因為沒有來同一條中雜，帶一條中雜運動，種因為人的運動都包羅萬象啦，幾多啦，安尼理事長，頭頭場中安尼分享，唔看新年呢同你中雜互動嘅暗號嘛，會唔會有個新年呢？喺歸去之後？雖然講中雜唔係自家阿公阿婆，今日我想講行我嚴頓講我要來去幾點去沙去協會地方簽約條中雜阿公阿婆來聊啊，我有安尼聲音啊。我有，因為一聲音啊，聽我哋發通嘅時節，因為同老人家吹杯啊、啲按摩啊、玩遊戲啊，所以歸去嘅時節，因為同爸爸媽媽講，見本來要同阿公阿婆。
摕搞游戏哦，摕吹杯哦。各位经验就行我来参加有在发通，会安尼嘛？哦，哇！假使讲本家这个新年咧，阿公阿婆谈到基本没事做啊，就说哎呦，你个细号平时路卡都冇对眼安哦。哎呀，不过今年真是读到那个种扎可能还会出去会有一种很亲。感通啦，吼，有一种类似小小的炫耀，得意一下，讲你看，人的三个地方还有新年的愿意同人的按的互动，这是一种良性正向的循环嘛，吼。除了按人的固定的办课场吼，推广一个客家文化，甚至讲带种扎出去体验世界之外，能接下来理事长还有用办新的规划吗？我哋呢新的规划也更加落带老人家出去聊。用办的聊。我哋去踏青，吸收一下芬多精。哟，我还有带人去泡温泉。按你个目标，这行总条都理事长按你讲，还有没本来保留一个秘密，都讲一个梦想，先能可以同，但是理事长补充一下嘛，能去森林浴啦，也讲出去踏青，你能不先那到的地方？因为种扎嘛，因咧脚气没几好，嗰种人会选择讲，比如讲人哋去绿世界，伊哋讲生态之旅，伊哋有个呢茶诶，还包括人哋多些，伊哋会做人哋老人家种扎，人哋可以捞古嘅园区，唔係讲说老人家讲种扎讲养行诶，因为养行诶对你嚟讲，伊哋冇办法。不过讲到行路一件事情，听讲过度嘅沙期会天数有称吼，有个种扎乡下来攀一度，乜个健走啦，有讲特别的运动的比赛，有讲发动，你咖啡也有攀过冇？有，但是我哋健走的讲，我同伊就种扎讲，你可以行诶，你都尽量行，你就是冇办法，你是你面路诶，四年诶，讲你停喺后背，冇你去。肯定脚踏车，慢慢停下来行，因为我是鼓励伊哋咯，吼，我出来，一定要出来行，唔可以明日喺睇路卡，你唔使讲有你，听讲干你骑下四轮呢，无论骑下脚踏车，你行嘅时间，伊能拢愿意出来，因为讲，还可以啊，还是可以啊，唔使讲硬行，因为这是下班冇办法。按你可能那个种皮其实，前面有讲到嘛，有一个微商吼，有一个快色讲行出来，更加轻轻的种扎按到的，嘿，咩还有几个种扎哦，唔愿意也讲快色出来，还有一个情形冇，理事长。更加我哋呢种扎唔会快色哦，因为一旦出来安尼，看到我哋呢发通攀了安吼，伊都讲我可以参加冇，我可以参加我哋呢发通冇。这搞会冷门呢？这搞会冷门，嗰时候也都最大的进步。要么我哋呢宗旨就在这边，让大家一起。沙奇地杯100%全部老人家都有参加我哋呢发通哎呀，哎呦，个成就厉害呢，有会快乐啊。更加嗰时候讲两边人一批地杯，更加最大的成就感都讲，全部人哋沙奇分别地杯老人家都有参加我哋呢发通，然后人都有照顾到的。但係讲，有位老人家佢哋其实来参加一个吼，佢哋除了参加发通，最重要还会想讲，平时动作爱谈讲，佢哋可以听说佢哋准备片段，係安尼嘛？人哋管牌几点也有准备片段嘛？理事长有啊，嗰时候我哋呢出工嘛。各位变化，我哋的菜色，还有一定要可以吃的东西，冇太硬，又冇太软咯，所以很为难他们哦。真是的，人哋出工有 TP video 有个种扎，杀嘅嘛嘅满汉全席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太可以人哋种扎嘅一般的菜单啊，吼，会食得嘛嘅，可以了解一下嘛。从早上头7点我都放落先煮饭，饭煮用可以煮太硬。要煮饭煮好，我哋都等于讲去买菜，比如说买，也去菜市场看啊，看番薯叶，老人家过吃的番薯叶，高丽菜就是比较可以煮的惯用呢，还是瓜的，我哋主食都差不多卤猪脚啦，还是讲嘅乜嘢呀，卤鸡腿，冇卤鳗鱼，都等于讲。滚原子咧，我哋都安尼去装备嚟食。强强啦，注意咧，就是切莫太硬，煮嘅东西莫太开，因为细开。其他营养都会均衡，强强可能蛋白质啦，嘅强菜啦，嘅种水果都会有嘛。
几多种人啊，想要强调下讲，前面讲到老人家同成人咧，老人家嘅食啦、运动嗰度都好。不過唔能最條下講嘅，有一啲客家文化同行業部分，行業部分其實喺課程之中，能夠難去體會到講樣辦去做一啲推廣啊。這行中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講，唔能喺出行做一個行業推廣嘅時間，樣辦教下成人咧。從總批技能去互動，我有請專門的先生來設計一個課程嘛？有，第二個我哋都同幼稚園的老師嗰邊對設計講像比如講教老人家做緊嘅陀螺，全人用去做，做嘛個所作用緊嘅，人講不求人，我哋都很老師的教點樣控嘅嘛個體位，律動，成人呢做，教成人做嘅，成人都想講就同老人家都來按摩，這個就是一個互動。按陀螺也是一樣，做嘅，如老人家同成人呢比賽，就是一個互動。上課嘅過程全部都用客話來教嘛？係錯。安尼談好來，一道嘅課程係全部用行語來教好嘛？假使講有些人嘅談唔熟悉，唔能唔也係用嘅先生會用關鍵字，比如講陀螺記錄嘅，記錄偏偏個一節課下來，其他都冇好到，像好到有嘅記錄嘅安尼嘛？係錯，係啊。嗰個而家我哋咩要將教老人家或教成人嚟做我哋嘅辦法，有辦法都第一個本身嘅地方，有辦法係記事可以用。記事完曬嘅可以做嘅法寶，本身成人哋都講原來有啲東西唔係像辦法用乜嘅用處啊？就是講其實我哋咧客家文化地部嘅內容，就結合我哋咧先生聽書變做一啲行業推動課程，教俾我哋咧成人咧。所以講成人咧唔單止學客話，行為可以學到我哋自家客家文化嘅內容喺地部。哇！人真是鬼用心的規劃一條本種扎啦，也係講成人嘅互動嘅課程咧。觀眾朋友，其實他多多關心我哋自家協會菜體，我哋咧協會啦，也講沙體地部有哪條嘅事情，但數碼嘅個其實該神奇呢。像今半年啦，我哋咧這行總統理事長佢哋帶來嘅分享，真是本來該感動哦。其實佢哋做嘅幾多嘅事情，但係佢哋其實該快樂，做公益嘅事情，冇講求講一定要有哪條嘅回報。大家也可以同佢哋共用。平時多多關心我哋咧總批、總扎同沙體嘅小朋友哦。今半年再一次感謝兩位理事長同這行總帶來按精彩嘅故事同分享哦。多謝你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有閒人來了。好喲，當我哋新北市老了之前，共用談談我哋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